testing。各位同學大家好啊 ！We Show 依家真係正式開始啦。開始之前，我哋學生會藉住今年145週年校慶呢個大日子，希望以一個嶄新而獨特嘅方式嚟慶祝呢個大日子，同埋回顧一下歷史。喺50年代，皇仁書院興起一個熱潮啊！好啦，時間一轉去到80年代，皇仁書院嘅學生中意扮哥哥。負了你錯愛，似你夢永遠藏於心底。同一時間，掀起一股熱潮，冰山劈開。好啦，時間又過咗好多咯，去到90年代，皇仁書院嘅學生竟然扮呢個咩咧？知唔知？就係4大天王啦！哇！扮完4大天王，到咗千禧年代，樂壇出現咗19塊曲奇，而我哋皇仁書院亦都有12塊曲奇，希望大家鍾意。我哋想送一首生日歌俾我哋母校，同時間今天係聖誕節，所以我哋將聖誕同生日歌夾埋一齊。Merry Christmas to you, Merry Christmas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Merry Christmas to you。一齊唱啦 ，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識唱一齊唱。多謝晒，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哋學生會呢一個舞蹈。